半央授权客家名录学人，每日一项语新闻。客家背展为客家本把发展中心，老菜摊白人白讲朝天宫簽訂合作期望錄，希望透過合作期望嘅簽訂，促進客家老宗教本把跨兩邊嘅合作，增進本把強中老理解，強下為台灣嘅客家本把老宗教信仰嘅合作開始新嘅篇章。合發中心好金良主任表示。台灣客家本把館現下展出嘅客家本本典展地圖，就白講朝天宮典藏對客莊冇強龍時期嘅影響期，去年開展嘅世界是展出青頭港20表演嘅靈氣，係現下國內清早嘅影響期，抓到影響期，老本本做得看到客家族群老白講朝天宮表現出當重要嘅歷史本把創新。未來合發中心老朝天宮也用了白調查研究嘅基礎，會推出相關嘅特展，本探下到宗教信仰嘅物質本把，展現喺民眾面前，強下本鄉本把嘅知識，也希望未來兩天會有探下到合作嘅機會，強下推動客家本把老宗教本把嘅交流。以上係客家名錄學人嘅報道。撒下來愛教大家基本嘅每日一項語就係宗教，尊重特色嘅宗教信仰，尊重特色嘅宗教信仰。你學會嗎？下禮拜講來了。